威权统治下面，咱嘛足惊，讲话唔敢讲。吼，今仔人有耳无喙对无？吼，人多的所在莫活过去。台湾人过去是心灵无自由的。吼，咱伫教会内底有时阵嘛安尼，咱慢慢嘛，家己惊家己咧。吼，惊东惊西。吼，这也袂使，迄也袂使。吼，甚至有个人感觉讲，戒严的时阵较好呢。吼，有个人可能安尼想，我活咧戒严的时代，敢若较好咧。吼，伊佫会笑念迄种。古早迄种时代，吼，这就是讲咱的心灵无自由。宗教改革最要紧的一个结果，就是偷放人心灵，因为伫基督内面、伫上帝内面得到自由。吼，看遐要紧的代志，遐无遐要紧的代志，咱是伫遮代志顶头是自由的，毋免去互绑掉，吼，毋免互绑掉。所以耶稣讲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路德马丁因为认捌真理，伊就得到自由；加里文因为定心认捌真理，也得到自由。当代美国的心理学者，即位罗洛梅写这本《自由甲命运》，这本就是对当代对自由非常精彩的分析。伊讲一句话，我感觉我足同感的。伊讲一个人若无心灵内底自由甲宽容，就算互伊有客观的。政治自由的环境甲保障，伊嘛是一个无自由的人啊！做代志拢袂有创意，拢无想象力，活伫一种监牢、心灵的监牢内底安尼。所以宗教改革咧，即个讲人伫基督内面得到自由，这点我感觉对咱台湾的社会真有意义。咱也有更较侪福音的真理，更较侪台湾人体会到福音的真理。我相信台湾的社会、台湾的心灵会更较开阔、更较自由。咱毋免惊东惊西，毋免啥物代志拢变做禁区，啥物代志拢感觉讲我安尼敢会做毋对去安尼所以即个当代德国神学家莫特曼，伊嘛讲，自由会带来改变。真正自由会带互人改变。伊写的即个。梦的神学这本册内底，伊特别讲这段话，我嘛感觉真有意思。伊讲信仰的自由一定会带来行动甲改变。你因为你经验过信仰的自由的人，你就会去想要去改变遐毋对的代志。因为你已经谈过自由的滋味，你就会对上帝更较委身，你会对人更较委身，你嘛会催逼你家己会去做一寡。改变的行动，改变的行动，这点就是加里文我要最后介绍的第二个对自由的看法，这就是加里文的基督教要义。后来咱看去台湾其实已经出几个版本啦，这是真好。伊当初是为着信徒写的，加里文是为着信徒写的。每一个信徒，伊感觉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机会读一下基督教要义，会当帮助咱整理咱的信仰。伫这本册内底，伊讲的第二个真要紧的，伊讲自由到最后是啥？就是欢喜甘愿啦。伊用的话真水伊讲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咱所做逐项拢是欢喜心甘情愿为着上帝做的。哇，这句话听起来英语的表达敢若矛盾啦。讲 freely obeying God's will， 我自由。欢喜来服从上帝的话，咱有时感觉讲服从是无自由的，对无？你服从人是无自由的，但你是自由去服从上帝的旨意，毋免人甲你强迫。你的信仰的迄个自由已经到这个境界，我所做拢是我欢喜甘愿。我知影我上帝爱我做这事，我就真欢喜去做，真自由去做，无人甲我强迫去做安尼。这两个伟大神学家拢用这个足强的话表达过我直接选择介绍，这可能有人拄啊听到，可能会着惊也无一定这个奥古斯丁伊讲自由是啥物意思？自由就是你听上帝，然后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你若是听上帝，免惊，你欢喜做啥，你就去做啥。为什么？因为你知影你所做可能嘛是上帝爱你做。真正自由到一个境界，像刚才拄我讲的，心甘情愿去做上帝爱你做的代志。
啊，路德的话搁较极端啦吼，咱看即句话，吼，听了可能大家着惊吼。伊讲听上帝勇敢犯罪啊，吼，勇敢犯罪。吼，啊，即句话毋通误解哦，吼。勇敢犯罪，路德毋是讲鼓励你犯罪，伊是讲你着知影，咱本来就是会犯罪的人，咱就是有罪的人嘛。吼，知影咱是上帝接纳的人，所以无惊。吼，路德安尼讲真有意思，伊讲。就算咱知影以后咱所做的代志、所做的决定有缘会毋对，甚至造成悲剧的结果，哦，咱今仔少年人会可能会安尼讲啊，我又搞砸了，哦，我又搞砸了，哦，无要紧，老弟讲无要紧，因为你勇敢犯罪吧，就是讲你真正佫做毋对，搞砸了没关系，因为你知影，咱已经。伫迄位慈悲、宽容的上帝的怀抱内底，你是属于上帝的人，知影家己是罪人，你自由去做你家己，勇敢去回应上帝。吼，啊，我今仔日要用即个贾伟牧师啊做一个结论。吼，咱来看，可能有人知影贾伟牧师，吼，即个真伟大的一位医生，嘛是牧师，吼啊，即个咱有时有人用安尼话来表达讲，伊是定定是白衫换乌衫，吼乌衫即个换白衫，吼，什么意思？哦，就是牧师衫换医生的衫，啊，看下入去房间出来，白衫搁换乌衫咧，吼，医生就是安尼哦，吼，真特别的一个人，是牧师嘛是医生，吼，啊伊吼。我真爱伊即张相片吼，正面倒面即张吼足严肃的啦，吼较严肃，但正面即张啊笑甲安尼，足自由的，吼，足灿烂，咱讲伊笑容足灿烂。伊一生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伊家讲我是自由传道者，吼，即个自由传道者意思就是讲，上帝爱我去倒，我就去倒；啊，上帝要求我去倒，我袂使拒绝，我嘛是爱去。吼，即个自由，拄我咱讲的迄个真正的自由，哦，我心内知影上帝爱我去做啥，我就欢喜去做。上帝爱我去做这，我可能心内毋是遐尔啊准备好，我嘛要接受安尼，吼。所以伊真有意思。细汉5年的时阵哦，得热膜炎啦，吼啊吼，伊讲伊倒咧眠床哦，看到伊妈妈呢吼，目睭安尼忧心啊，目屎要流落来吼。伊就知影讲啊，我可能足重诶，病足重。啊，偷听了医生甲保姆咧讲话，讲啊，这无啥好势哦。哇，伊全开始紧张起来。哦，伊讲我紧甲上帝祈祷。哦，伊讲上帝啊，你若活好起来吼，我一生要献互你安尼。哦，所以伊家己献身咯，吼献身咯。但是呢，献身了。开始要受教育时，伊开始会惊，吼，先去读新人院，去读台南新人院，吼，啊读的时阵，日本人开始对台湾教会啊有较强的迄个控制，吼，伊就开始惊，吼，所以倒撇。伊讲安尼好啦，我先卖做牧师，吼，我将来伊讲我本来就已经有志愿吼，我要做。医疗团队安尼，吼，所以我吼，我暂时来做牧师，我来去读医学院啦，吼，所以呢，伊走去日本读医学院，吼，走去东京读医学院，吼，啊，伫东京读医学院呢，嘛是心袂定，吼，嘛是心袂定，迄个时阵开始，美军过无偌久开始来轰炸，吼，心袂定，嘛咧倒变，吼，一直到有一届，走去到。日本北边的仙台吼，迄个仙台迄个所在吼，吼仙台就是咱知进前发生迄个核灾的迄个所在，伊走去啊，吼，结果美军轰炸，毋是咧轰炸东京了嘛，轰炸到仙台去安尼啦，吼，啊伊一工安尼轰炸中啊，为房间冲出去，窗仔门跳出去，看到一跳出去，看到头前规间厝烧起来，啊伊看到边仔一个墓伫啊，伊全伫啊降哦。伊讲我要去走去倒，我小学5年就甲上帝应允，我要服侍伊，我欢喜甘愿要服侍伊。啊，我新人院毕业也走，医学院读到怎也走。为迄个时阵开始，
一个咱讲惊吓的人，兼在原来是软弱的人，变做无共款，吼，伊就以后伊毕业了，转来台湾，吼，就去偏乡服侍，什么所在，甲邀请就去，吼，足无用的，我则写讲伊捌上时阵伫4间病院服务，伊家己因兜爸爸家己本来就开一间病院，台东病院，然后顺利连去埔里创一个原住民的肺病病院，伊嘛去遐看病。后来甲一群朋友知影梨林即个所在，梨林即个所在足欠缺，去创办梨林基督教病院，所以伊嘛爱去遐照顾迄个梨林的基督教病院的人。最后，我才有写吼，这放门树遐吼，放门树遐乌骹病的问题走出来啊！孙立人甲问讲：你敢有可能来放门树？这乌骹病的人骹已经规个拢乌去啊！食迄个长期食迄个重金属的水规个拢骹拢乌去啊！唯一一个方法是哪？骹锯掉啊！你知锯骹是足共骹锯起来，这是好顶大的手术啊！社会去美国读册，就是读外科所以伊讲最后伊想真久，我为南投驶车驶来放门树，这安尼，迄个时阵无高速公路后来咱知影伊拢早起驶车，去到遐差不多下晡1点嘛，1点坐来啉住买茶，就开始进手术房，已经3、4个病人在遐等伊甲因锯骹，锯，为啥锯到8、9点呢？迄个手术无顺利，用到8、9点，才为遐才搁驶车转去南投。伊讲有时转去到厝已经半暝3点嘛，安尼呢，4间病院伫遐服务，伫遐服务，伫遐咱知影，除了伊以外，这是贾伟牧师咧照顾这乌骹病的人的囡仔伊甲王金和医师2个人，伊手术，王金和医师负责照顾，王金和医师嘛真伟大，你看伊迄患者骹骨，伊拢甲因爱，甲因爱。今仔日你若有机会去放门树，那大家有机会去放门树，怎经历到足好势。放门树旧的迄个乌骹病迄个病院，王金和医师的厝，就是咧照顾病人的所在。今仔拢变做园区，一个敢若古迹的园区。王金和医师的查某囝甲囝，周捌拢伫遐讲故事，互逐个人听。我看我一摆去看游览车10几台安尼一直去。我就想讲，哇，这个遮尔水的故事，遐尼侪人来遮听，是足水的故事，贾伟呢，咱知1970年去用选做总会议长，伊无爱，但是去用选，去面对当时真要紧的总会的挑战，伊心内足大的挑战，结果当迄年6月17，要去梨林病院。义诊的路，伊家己驶车，车祸，车去弄着树过身去，55岁。结果才知影讲，迄天下晡，伊本来足忝嘛无困到，但是甲伊的太太杨庆英医师讲我若早1分钟到梨林，病人就会当减1分钟痛苦，这位真伟大白衫换乌衫的医生，伊一生就是。我感觉伊就是一生就是咧表现即个自由的精神，迄个自由传道的精神，因为甲基督定心建立关系，甲上帝定心建立关系，伊真做一个自由的人。伊知影我就是属于上帝人，上帝爱我去做的代志，我袂当拒绝。当然咱真遗憾，伊过头忝，最后牺牲。但是呢。伊的故事真做真水的故事，伊壮实的时阵，几千人，中华地区，几千人来参加，民众也拢来参加，这个伊的好同工，这就是孙立人，孙立人律师，孙雅各牧师娘，嘛，伫遐送伊最后，这位这个
牧师兼医生，吼，伊其实嘛是有人讲伊嘛是一个哲学家，吼，因为伊家己有一寡四名哲学的观念真有意思，吼，所以我才最后伊的3句话留伫遮，互咱倒转去会当想一下，吼。伊做一个哲学家，伊讲，伫我生命中间最伟大的快乐，就是上帝存在。哦，我即句话甲罗丁马丁讲的讲，上帝啊，我就是属伫你的人，意思是共款的。吼，我人生中间上要紧的，就是上帝。吼，第二，伊讲，我做一个医生，吼，爱护医疗工作，正做上帝囝的行为表现。吼，伊讲吼，今仔日这个时代吼，真侪人拢甲医术吼当做算术啦，吼，把医术当算术，吼，这就是拄啊好违背咱做上帝囝子的迄个使命，吼，我要去医治人是为着钱，吼，但毋是，这是咱本来就爱做的，吼，最后伊真出名一句话，吼，咱知影。今日若去埔里食位兄弟，吼，就留一句话讲：甘愿做戆人，吼，甘愿做戆人。食位即句话是啥物时阵讲的？就是伊过身前几礼拜，拄仔咧讲的放门师的病院成立10周年的时阵，吼，即个王金和医师讲食位牧师，你毋是医生尔，你嘛是牧师呢？10周年的礼拜，请你来讲道啊呢？迄天伊去讲道，伊的题目就是甘愿做戆人，吼，这是一个自由体会到信仰的自由，体会到真理的自由，的人会一个真水的见证，吼，价值观，吼，甘愿为着上帝做戆人，吼，咱做下头来祈祷。阮天天人的上帝，阮伫中国改革纪念日的即个暗时，做伙伫遮对保罗。对罗丁马丁、对加尼文来学习，也为这位牧师、这位医师所留伫阮中间水的见证典范来思考。恳求你赏赐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自由的心，对你遐因为信心受到你接纳，诚做甲你和好的人，迄种的自由的欢喜，互阮更加体会心灵自由。是何等伟大的快乐！一个心灵自由的人，会当透放偌大的快乐，去服侍你，服侍别人，将疼也会当落实伫阮周围。恳求你，互阮伫信仰的道路继续学习，继续成长，继续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阴暗所剩的时间，转去的脚步，拢有主你带领。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阮感谢陈牧师带予咱真要紧的信息，互咱会当踮咧主的面前领受伊，互咱珍惜自由的活命。所以咱即时要来吟即首圣诗349首。每一摆当咱有上帝话，每一摆当咱有祈祷，每一摆当咱吟诗开咱的心的时阵，咱得敬拜上帝。祈祷的时，即时极好。咱最近来吟全首。祈祷的时，即时极好，我心团里相见欢乐，歌堂救国，天北边境，将心所爱，祈祷无停。我把拄着艰难的笑容，最多的是为的平安，故我专心祈祷的心，会好无
贵甲我三里，基督的死，一世结好，天平欢喜，听我基督。万物主宰，结基不别些困求，依旧相思。基别甲我，甲伊千quân，爱我辛苦，受伊大恩。大江大航，跨路。请起立，做定言第3节。都的是基督的死，一世结好，好我的心无过烦恼，真只是人我可基督。临终开灯，心灵安好，一世灵魂离开身躯，就为条件听我的主，无过烦恼，无过伤悲。永远享受天堂福气。阿门。咱用一点仔时间，先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主坚固咱的信心，互咱会当踮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真理活命。得到真实的自由，来回应伊的邀请、伊的呼召、伊的竞选，欢喜自由，来成做伊的奴仆，成做伊所要用的器具。咱用一点仔时间为家己，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对你的话得到自由、真实。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得到真实的自由。恳求主你引带保守，互阮会当搁一摆知，就是因为你的疼，你真实的通互阮会当大大得到这款，搁一摆仰望交托。恳求主你赐福看顾阮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也互阮会当对你的疼中间来知，同要紧的。是互阮会当伫要紧的事顶头来做，无要紧的事顶头的自由，搁一摆享受你愿意的听。万关年的主，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恳求你帮赞，互阮的信仰伫软弱无坚定，还是阮当着挑战的时阵。会当仰望，看到主你已经为了阮备办，阮是属于你的囝儿，通过耶稣基督是你家的宝贵救赎，阮是主你的囝儿。当阮有这款的身份的时阵，阮要欢喜来回应主你的疼，欢喜成做一个自由的人，成做正人的奴仆，亲像耶稣基督同款。恳求你，搁一摆引带保守，通过圣神奇妙的做工来改换阮的心思意念，来帮赞阮的行为态度，来激励阮搁较意爱，来甘愿为主做工人。愿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即时有一项特别要紧的事，咱为着教会，也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特别咱有一寡的关心的兄弟姊妹知影，踮咧教会咱拜五拢有一个祈祷会，有一个同工讲，
祈祷会是教会中间同无聊、同无趣味的聚会，但是祈祷会才会当显明你甲上帝关系。你到底甲上帝当作阿拉丁神灯，有求必应。主日礼拜来欢喜敬拜，听圣歌对吟就好。所以我来，佫会当礼拜煞佫甲人交陪，因为对我有利益、有帮助。是我就爱小组，就爱团契，因为踮遐会当得到交陪，敢若祈祷会吼了时间。所以祈祷会显明拄好你会当对着想思你性命、想思你时间的上帝，你到底甲伊是甚物关系？这蔡无东牧师讲的，你会记得无？4年前咱培灵会时，伊讲祈祷会拄好，伊家己的祈祷会嘛共款，伊讲祈祷会拄好是你来检验你甲上帝到底是甚物关系？你把它当阿拉丁神灯吗？有求必应。那然后你甲求的，你发现无照我的意思来行的时阵，上帝离开我足远的，拢无听我祈祷。安怎甲锁吼？这个阿拉丁神那个锁拢金闪闪啊，佫不爱出来哦，还不冒烟，嘛出来讲主人你要创啥？这个上帝那无来甲我讲阿多啊，你要创啥？来，我甲你做。伊讲其他的聚会礼拜拢是照咱家己欢喜甘愿。佫有得到的，对无？你来，敢若祈祷会你无要来，偏偏祈祷会是同会当检验，会当反省你甲天父上帝的关系。这是咱今仔日拜五为什么伫咱教会佫有祈祷会？但是我今仔日讲，咱最近祈祷的，毋是敢若咱的祈祷会，你家己安怎摆出来吼？咱知影这2天，咱台湾要紧为国家祈祷早餐会。20年来，敢若伫2003年 SARS 的时阵停过一届。对2000年开始，伫台湾的教会有一个学习，郭祖明牧师邀请周新作牧师，讲咱最近来合办为国家祈祷。这个为国家祈祷早餐会，伊的因由是1945年2次世界大战了后，全世界同有权力的人是倒一个？第2次世界大战了后，证明全世界同有权影响力同大的是甚物人？美国总统，不管你要接纳唔要接纳，都是美国总统。所以美国的国会对1950年开始举办国家祈祷早餐会。大家最近来食早餐，就是生菜沙拉，一坨马铃薯啉白水安尼。这叫早餐，主要是祈祷。为什么？国会主办，然后总统有人来参加。祈祷会就是要让总统知，你是世界权力同大的一个人，但是爱记得啊，顶头有上帝，顶头有上帝，所以你都爱知影要安怎学习，挖苦伊，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同行。所以这是迄个时阵发起的最要紧的。所以68届以来，到今年是叫做68届，一摆祈祷会超3500人、4000人参加，大概真侪国家的政要拢会去参加。伫咱台湾，包括今年是赖清德去参加，马英九、连战、王金平，啥等等，这咱读去出来，这拢捌去参加过，受邀请才有去哈。同样紧的，就是要互这个。拄啊，咱讲的地面上掌权者的人，在顶头上帝，好好的知道你那个权利，要是为上帝负责啊，不是干那为了百姓负责。20年前，郭祖明牧师邀请就新竹牧师讲，咱最近来合办，因为踮咧台湾的教会一直互人看做两边，讲台语的教会，甲讲华语的教会，这是怪怪的哈。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里面，讲华语的礼拜比讲台语的礼拜还多，你相信吗？讲华语礼拜的场次比讲台语礼拜的场次还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70间教会，然后总共超过2000场的主日礼拜，所以迄真水的一个见证，渐渐都有较多信义会基督之家啦，等等这些教会嘛。最近参与这个国家祈祷早餐会，然后呢，总统一定要参加。你想想看，总统甩你吗？
按2000年开始，包括陈水扁总统，2008年包括马英九总统，一直到2014年开始，迄个蔡英文总统，因拢逐摆拢参加。你讲因毋是基督徒，但是因逐摆拢知影爱来参加这个基督会吼。因毋是要对你这基督徒有什么讨好，但基督徒在台湾的比例太低了，影响力太低了。如果今天这发生的事情，报纸没出来的话，那就表示根本社会不甩基督教会嘛。恁停止国家基督早餐会有什么意思？对于台湾社会无影响啊，无亲像美国袂用个停啊。美国因就是要互总统知，伫你顶头有上帝，所以伊阮当爱参加。咱知影即摆真无彩，就是因为着这筹备单位伫3工前，蔡英文总统有呼吁大家伫明仔载30日有一个活动，吼，伊讲咱徛伫即款的尊重，也是款的情形下面，伊嘛。呼吁大家吼，鼓励大家讲你会当照你的意爱安尼去参加。这个当然引起真大一个张力，吼，一个紧张性。迄毋但伫教会，伫其他团体共款，伫台湾的社会处境嘛共款，吼，会引起一款紧张性，紧张性。结果筹备单位煞踮咧网络顶头安尼，煞甲写一张批甲总统讲吼，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吼。实在无适合总统无适合来出席啦。讲较白是讲，我们不欢迎你参加啦，吼，请你派一个官员来参加安尼。总统当然真客气啊，了解即个基督会的迄个立场，所以就讲安尼好，多谢，安尼我无参加，我嘛袂派代表参加安尼吼。即个互。这个筹备单位中间有一个教会，一个教派，感觉安尼违背基督会的起头的宗旨。毋是上帝需要基督，毋是上帝需要基督会。你认同我一句话？是咱需要基督，毋是好人需要基督，是罪人需要基督，对吧？你今仔讲，因为你即款的立场毋对，你即款的想法毋对，所以你袂用个来基督会，这很奇怪。就是毋对，你才倒来讲道的人，我怎要甲你讲？2007年、06年的时阵，迄阵啊，总统会惊死去加入去一个迄款的迄个金钱的迄款内面，讲道是郭俊明牧师，讲道的题目叫做。贪财是万恶的根源，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总统坐下骹，伊会惊使去加入去，这代志顶头，都是罪人才需要来祈祷嘛。咱来祈祷是这个原因啊。结果这摆筹备会竟然讲安尼，所以总统请你毋免来安尼吼。所以中间筹备单位有一个教会，就感觉安尼违背宗旨，所以就退出。筹备会，嘛讲阮无要去参加吼，无要参加拜五的基督会，因为这基督会拒绝需要的人来祈祷，真奇怪，退出。所以这个退出，昨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发表声明讲，因为这个基督会安尼煞失去宗旨原来的意义，所以退出。过3点钟，筹备单位嘛讲安尼，这个基督会停止办，吼，基督会停止办。我会记得吼，我的阿公、我的爸爸甲我讲吼，所有聚会拢用个停，主日礼拜甲基督会袂用个停，就算讲干那你家己一个人伫拜堂内面。风台啦，种啊，主日礼拜大家拢袂当来，无要紧啊，你住牧师馆，住喺教会边啊，对无？你住，你嘛共我爱唱歌，共我迄虽然讲迄个古早无 YouTube 通去转播吼。同款，所以这是今仔日。但是我为什么讲特别提这项咯？这大家我相信咱兄弟姊妹，你有的人有听，有人无听，你的认同啊是了解立场无啥共。我讲是为台湾的教会祈祷，咱来特别为这项。
这项事已经互咱会当看出，台湾的教会啊，佫是一个紧张性分裂的教会。虽然咱过去捌努力过，为着台湾的前途啊，最近大家安尼同心，莫去刺激对方的立场，啊，想讲安尼吼，最近来见证合一。毋过，即款坚持家己的立场，坚持家己的意识形态，当然私下有几个同工咧甲我讲啊，郭牧师实在毋是阮的意思啦吼。有一个甲我同年的，啊，因的教会伫咧青岛东路遐吼，迄个教会，伊甲我讲，伊讲许牧师真的不是我们的意思，可是因为就那个牧师，因为这摆祈祷会毋是伫世贸，是伫某一间教会礼拜堂，就是迄个教会礼拜堂讲，那即款会认同的人袂用来教会。我讲啊，安尼可笑啊，都是找你，毋则需要来教会啊！你讲安尼的人袂用来吼。啊，所以这祈祷会无去，这造成教会的分裂。咱今仔日嘛共款，毋是台湾的教会那尔，咱求主怜悯帮赞。如果咱是伊的教会，肢体若结连伫基督的时阵，手骹目睭目眉耳啊无共，咱到底要安怎会当学习迄个对话、迄个合一，吼，了解咱的头耶稣基督的心意。好不好？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教会，竟然不是为了台湾的前途分裂，不是为了统一、独立分裂，哈，竟然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是造成这款的分裂，哈这我就真侪同工来讲啊，这实在是爱求主赦免咱的所在，哈。所以咱这个时阵特别为着台湾咱正教会，嘛为着咱属灵。长老教会，哦，每一间教会会当更较望着主的心意，哦，拄啊，陈牧师咧甲咱讲，自由到底是甚物？咱要安怎通过回应耶稣基督宝血所带予咱的自由，咱会当成做正人的萝卜，成做对方的萝卜，吼。所以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为着咱台湾教会。功课合一三甲来祈祷啊，成做一个真正互人看到是会尊重三听的一个教会吼。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你极大的听，恳求你继续引带保守，特别是当阮三甲踮咧学习这个功课的中间，主啊。你亲自来引带阮，互阮知有侪事伫阮的中间，但是阮需要主你来帮衬，通互阮听到你，阮的信仰，阮无容易啥物人，安了上上骄傲，主。恩典的主，听堂的上帝，阮恳求你怜悯帮助阮。真侪时阵，阮的信仰无够坚定；搁较侪时阵，阮无容易赦免别人，阮的信心软弱。有时，阮无够个的同情心，阮常常高估家己，运用家己的势力。看轻软弱、软正的人，阮互富人好面做到饱，但是有当时啊，阮忽略、欠缺送奉用人的需要。有时阮互枵餓的人空手倒转去，将所领受的放伫家己的厝内、家己的落地啊内面，主。求你赦免阮。当阮讲阮是主的教会的时，阮需要圣神的帮赞，互阮更较珍惜结连伫主。每一间教会，伫台湾的每一间教会，主啊，拢是用你的宝血所设立的。愿主圣神搁一摆来教示、来引带，通互
台湾的正教会伫这2天所经历的，阮无甲伊当作无发生，迄是几个人的代志，毋是安尼。迄是正教会对台湾社会一个见证的机会。但是主求你赦免阮失去伫个国家祈祷早餐会见证合一、见证主掌权这个机会。愿主搁一摆来换新阮的心智，换新阮的念头，互台湾的每一间教会，无论多一个教派，阮会当伫主的面前来求赦免，也得到主你真实换新的气力帮助阮，通互阮会当搁一摆高举基督，互四周围、互社会、互社区的人看着讲，啊，这群人真正是拜上帝的人，因为因有三听、有尊重、有宽容的见证。搁一摆求主的怜悯，甲你的疼痛，拢无离开你的教会，甲你的教会所做见证。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搁一摆来吟圣诗349首，求主帮助咱用这款祈祷的心，咱吟第3节。吟第3节，用这款祈祷的心，互咱一世人挖苦祈祷，独独挖苦祈祷，互咱会当到一日含主3见面的时阵，车位牧师才55岁啊，咱在座超过一半的人已经食比伊较长岁数啊吼。啊，咱是毋是会当亲像车位牧师同款，为主做戆人？所做戆人伫天父上帝面前是极其荣光吼。但起立来吟第3节。基督的死，一时结好，互我的心无过烦恼，真一世人。叫我靠基督，临终开得心灵安乐。一时灵魂离开身躯，就会条件听我的主，无过烦恼，无过伤悲，永远享受天堂福气。阿门。请陈牧师来带咱祈祷祝祷。咱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上帝平安，保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服侍、甲工作，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咱默祷。